唉，都好耐冇同觀眾互動啦，幾時先可以拍翻片啊？哇！咩事啊？又堵路又縱火，唉，咁我仲點出街拍片啊？香港國安法快將實施5週年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已喺2024年3月刊憲生效。係啊，國安法實施咗5年，香港真係超咗好多，社會好咗，經濟好咗，連我份工都穩定咗。國安法5週年，香港由亂到治，社會更穩定，市民更安心。所以超唔只係態度，仲係一種生活。喂，你唔係以為咁就完啊嘛？睇埋我條街訪先啦。國安法實施咗5年啦，等我訪問下咁多位市民，睇下佢哋覺得香港有啲咩唔同咗，同埋冇超到啦。Let's go！ 同學，你對國安法有咩睇法呢？而家出街終於唔使擔心有突發事件，可以同朋友超住食飯啦，耶！你對國安法有咩睇法呢？我覺得而家社會穩定咗，我哋啲 staff 仲有更多機會可以超住創未來。留言話我知你嘅超香港係咩啦？香港超得起，未來更光明。